已经9颗三分球的查克，第10颗的三分弹。明显刚刚听到 Q 那个声音啊，对，篮板球被放进去，这个球盖了一个大火锅。这个球漂亮的给球，石定尧相当隐蔽的传球，找到了 Quincy Davis。哇，这一球石定尧怎么传的？可能要从慢动作来看一次才知道。对自己传的自己都偷笑。好了，先来看一下联盟的主攻王上了大火锅之后，地板给球，再一次让队友找到他。范。李佳瑞的切入，这球 N1 进钻，还有机会哦。对哦。哇，李佳瑞这球打的就比上半场来的果决更多了，太多的上半场都是以外线的一个出手做结尾啊。哇，虽然说一开始切入的位置并不是太好啊，选择在2个最大的一个常人当中做切入。来看一下，卡西亚已经原本要轰炸篮筐了，结果飞出一个塔壁。哇，相当干净的一个火锅啊！哇，这个手势我在差了一点点，前面有多打找机会，4打1，给到林梦璇跳。林梦璇海报了！哇哦！林梦璇迫降在领航员。我们再看这一球。看一下梦雪精彩的拖车，左手单手飞控。哇哦！离篮筐有点远哦。对，哇，他自己也有点不敢相信啊！你看林志杰这个笑的觉得不可思议的笑啊！